由文牧野執導、沈騰領銜主演嘅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喺蜘蛛俠同奧德賽等大片嘅夾縫之中上映，唔到一週，內地票房已直擊10億，評分高企。呢部被譽為戰爭美食大片嘅作品，以一間中東嘅中餐館為切口，喺造火與戰火之間，完成咗對戰爭、人性同和平嘅深刻書寫。電影以中東嘅戰亂為背景，如果從時間推斷，唔難推斷出實則係以2003年美軍攻佔伊拉克嘅戰爭為原型。作為中國電影，要從反戰角度去拍一場中東嘅戰爭，又要贏得國內觀眾嘅共鳴，角度挑選同情緒把握都並非易事。導演將鏡頭對準一個為還債養家、遠赴異鄉嘅東北廚師徐福，通過徐福多年後重返呢個中東國家，入境時接受盤問而帶出全片伏筆。點解佢同多年前嘅一場恐怖襲擊有關？觀眾帶着疑問，一路追隨劇情，卻屢屢猜錯方向。隨住佢嘅中東徒弟賽夫同一眾當地福利院小朋友出現，自然而然會令人認為佢哋就係恐怖襲擊中身亡嘅兒童，卻發現當年襲擊嘅死者係邊個，其實並唔重要。真正嘅懸念已經被巧妙轉移，徐福面上嘅子彈傷從何而來？呢個新嘅疑問代替咗前一個伏筆，成為下半場劇情嘅核心張力，繼續牽動人心。如果從內容上注墨，最難得嘅係電影喺主題同人物塑造上反套路。首先，他拒絕咗戰爭題材中常見嘅善惡二分法，唔似傳統戰爭題材，多數有正義同侵略嘅一方。電影中可謂冇絕對嘅正義，就連影片嘅主角團同樣喺當地家破人亡之時，偷偷賣酒俾美軍發戰爭財。起初，觀眾理所當然咁認為電影係批判美方侵略中東，但越往後越發現創作者嘅視野不止於此。電影既反帝國主義，又反恐怖主義。中東嘅亂局究竟係美軍導致嘅、當地政權導致嘅，定係恐怖分子導致嘅？電影冇俾出簡單答案，因為現實本來就冇簡單答案。當觀眾同主角團發現已經分唔清邊個係正義，邊個係邪惡嘅時候，更大嘅醒悟就出現咗。戰火之下，冇人可以置身事外，平民成為炮灰同棋子，家園、思想同生命被唔同勢力輪番佔據。龍餐館同呢幾個廣結善緣嘅中國人，最終都無法真正打造一座所謂嘅和平飯店。當意識到呢一點，反戰嘅作用就達到啦。喺人物塑造上，電影同樣展現出對類型化敘事嘅自覺抵抗。喺電影結尾有一處情節，當徐福同賽夫以朋友嘅犧牲換取咗救恐怖組織學校嘅兒童離開嘅機會，小朋友冇全部選擇逃走，反而顯得真實又合理。佢哋長期被恐懼、服從嘅思想控制，加上對外敵侵略嘅刻骨仇恨，唔可能因為一次演講就全部解除。餐館學徒賽夫嘅思想轉變，同樣有人物弧光。作為一個家園被外敵侵佔嘅兒童，儘管師傅屢次阻止佢成為恐怖分子嘅道路，但佢對美軍嘅恨唔會簡單咁，因為跟著徐福學廚藝就消除，直到佢偷偷跟隨校長嘅其他學生離開，親眼目睹恐怖組織嘅真實把戲，先至從思想上真正完成自發嘅反戰轉變。呢種緩慢曲折、充滿反覆嘅覺醒過程，遠比一蹴而就嘅黑切白更具說服力。我最想講嘅係對知恩圖報套路嘅顛覆。喺所謂信仰面前，係冇知恩圖報一說。以前嘅電影經常有一種慣性思維，如果前面主角曾經救咗反派，喺危急關頭，反派就會反水報恩。呢部電影有類似情節，喺監獄中，徐福曾用假辣椒水救咗校長，但喺恐怖組織嘅絕對信仰面前，當徐福同馬俊生成為行動嘅絆腳石，校長同樣可以痛下殺手。呢部電影係文牧野繼《我不是藥神》之後嘅又一力作。喺選角上，佢選擇咗沈騰同蔣奇明呢兩位以喜劇形象深入人心嘅演員出演呢部沉重題材，確實出乎意料。電影上映初期，唔少觀眾都以為係喜劇片，好多頂尖導演都講過，喜劇最考演員功力，比悲劇仲難演。事實證明，兩位喜劇演員對於情緒表演嘅控制力十分成熟到位。有觀眾質疑沈騰已經有慣常嘅喜劇形象，會將電影變成商業片嘅英雄敘事。但現實係，如果冇兩位主角先入為主嘅親和力展開敘事，普通觀眾根本好難沉浸入一場殘酷而陌生嘅戰爭之中。如果冇佢哋嘅魅力同幽默，可能電影就只有苦味而缺乏回甘，觀眾就好難回味。片中一眾中東小演員嘅表現同樣令人驚嘆。據悉佢哋喺埃及海選，演技自然質樸，毫無雕琢痕跡，每一位都值得一個最佳配角獎。
文牧野喺影像敘事中善用意象，令到視覺本身成為語言。徐福教菜夫炒菜嗰一幕，龍餐館廚房嘅爐火同餐館外嘅戰火交織呈現，灶火烹飪食物，滋養生命；戰火焚毀家園，吞噬生命。觀眾一度同劇中人一樣，以為龍餐館可以成為和平飯店、庇護所，但窗外嘅戰火卻時刻嘲諷住中立呢個概念。其次，喺恐怖組織校長送兒童上戰場之前，徐福用荷包蛋為每個小朋友加餐送行。畫面用漸漸燒焦變黑嘅荷包蛋，穿插着唔同兒童被犧牲嘅畫面，何嘗唔係一種隱喻呢？最精妙嘅意象，我認為係嗰把被鐵鏈鎖住嘅刀。監獄中，蔡夫為咗徐福向美軍報仇，刺向敵人嘅刀被廚房嘅鐵鏈拉住，阻止咗蔡夫因為殺人而犯下更大嘅錯。用刀切菜係廚師，斬人就係恐怖分子。鐵鏈像指住徐福將蔡夫培養成廚師而非恐怖分子嘅決心，劃清咗烹飪與殺戮之間嘅界線。歡迎來龍餐館嘅英文名係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既係對美國往事呢套電影嘅致敬，亦係一種不動聲色嘅挑戰。當好萊塢敘事成為經典時，係時候換一個視角，聽下中國人講中東往事啦。